明仔载清明年假就要开始啊！即摆有4天，相信呢真侪乡亲拢准备好啊，要去度假。各局提醒乡亲，有几个地雷路段会真塌爱设置，像国道5号往宜兰方向，为今日开始沿路会塌到半暝。另外，国一路南新德甲国三的关系路段，下班后嘛开始塌车。明仔载若要路南的，上好建议。 中昼饭点了才出发，啊！若国道5号上好是下晡5点了才开车，安尼较袂塞车。塌，连假上惊塞车，高公局嘛特别提醒，如果连假会提早开始塌，若是要驶国道5号的人，为即马可能塌到半暝啊。另外，国道1号新德和国道3号关西路段，下班后嘛会开始出现塞车的情形。第一天跟第二天，我们是0到12时会封国5的石碇跟坪林的南向，然后国1的话，平镇系统跟埔园系统南向，我们是封全天的。 有专家讲，即摆清明连假交通运载量差不多是112到122百万车公里，是平常时的1.4倍。建议闪开塞车路段，像明仔载后日西部国道道南的民众，下晡1点后出发；国道5号道南的民众，下晡5点后出发。第3天、第4天会当选伫咧中昼12点前上北回来；国道5号的民众会当更较早咧10点正前就出发。 行程许可的话，可以用第2天下午在南下，那第4天上午北上。清明连假，逐工单费率收费犹太清5节，明仔载到礼拜日半暝12点到5点，后礼拜一半暝12点到透早10点暂停收费。为明仔载开始，各大部分路段会做交通管制，嘛提醒民众特别注意开塞车的路段和时间点。